虽然是较无奈新闻，好好的嫁金破沙变成好白遐食了了。台东一个姓马的查甫人，甲5间银行申请口座，这是要做生意用的。最近想要看一个小，发现讲囥伫差几来半年的5本的嫁金破啊，落好白遐加害了了，连相片、影啊拢共款加甲害了了，非常无奈。伊讲后改会晓啊。1、2、3、4、5本。 5本嫁金婆碗全部拢捡夹甲就起，无一本完整。我经看过细只白虾一直咧食这重要的本件。这是印章吗？我找不出来。最好笑他连照片都肯。那嫁金婆婆含相片、影仔都拢捡白虾推落包。 住伫咧台东的马城市是本来甲笑哈哈，欠钱的是有去想到技能，唔通放伫咧共一空头，所以有加办几间银行。不过想要到嫁金婆碗嘛使用这个观点，因为伊甲嫁金婆碗全部拢放伫咧共一个插图啊，无到半年都叫白虾食了了，伊只好甲这嫁金婆碗拢摕到台东市区的银行顶班。要放在铁盒子，生锈还看得到你。 用木头被白咬完，连本子都咬掉。不过这一大捆钱，捡白虾食了，主人就真正对心肝。食拢总价值1尾100万的一箱，拢捡夹甲脆糊糊。主人甲钱放伫咧厝内烫树，拢捡白虾食甲变废纸。经过调查局斗3工，将规尾家当换着卖89万。 想要避免白虾，建议暗时夜窗仔门都要关好包，保持环境的打扫。拄着白虾，莫摕砂糖剂，爱伫咧因出现的所在，摕白虾药碗紧抓，安尼因才会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